美。你是不是停不下来？我觉得是唱儿歌太习惯了，她可以当儿童台的姐姐呢，还跟我们说俺豆呢。面包屑没都在哈，没都在。那头皮屑是怎么的？有上诉吗？有咩讲嘛？有哦，那就不行哦。哎呦，有师傅都了，唔会见。滚一滚你啦，跟师傅都该啊。啊你啊，你啊滚来你做你系帮伊压的了。咱以前学讲哈口用注音的呢。真的，董英真的不会像你旁边这一位。啊，哪种进quân 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鐘白橋。今日當歡喜來到新竹嘅新竹市，呀嘅新竹市呢條老太橋來小記一下，呀到尾呢應該係全台灣有評選過係最後上嘅上司，而且呀到尾呢也算是收入水平最高的一個城市，因為呀到尾有懂到誒科技新貴。我跟你講，今天的來賓哦，很像是幼稚園的戶外教學，有可能，但是我們要先歡迎師傅的部分，因為呢師傅咪係菜 T 嘅哦。提前呢分享到係盧尊炳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還有李菊亮李師傅。我美大家好，來朱六。阿亮哥你好。分享菜 T 嘅新竹哎。哎，對對對，而且都是信出彩題哦。他們剛剛講你說那個經濟水平哦，他們也是在幫忙提升的。等一下，他是在屬於我苗栗的好嗎？好，稍等好了呢，來歡迎到我這一組是表姐妹，來分享到秋蓮記、老牛田記，來，來，太可愛了，已經動場成嘅係嘛？哇，動定應聲好。咱先吼，我們也輸人不輸陣，大家都分享到係冠順美樂共蜜會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呦，時沙圈動定應聲，幾時沙係認識的哦。很想要來唱一首。誰妹安家，誰妹安家，就像個一類吧。好，你看，打歌先結束。我們時沙圈會唱歌，俺會唱歌。為什麼？係因為啲時沙圈係我們童謠協會的，係嗎？客家童謠，客家童謠師，客家童謠的人。不說你要等會唱童謠嗎？童謠，對，展現童心。例如說什麼童謠？八公八婆也是其中的一個。八公八婆，我吃雞，我吃鵝。等一下，我們要介紹新竹後生後高後料的有嘛該？他得要談合約了。後高的比賽是唱啊青青草原，新竹市青青草原哈。而喺外地人一來時，成頭日來帶小朋友帶着睇氣球，而家要坐梯幫你經過，幫你滾來滾去，還有幾要細隻嘅溜滑梯幫你上網溜過啊溜下溜啊上，可以溜拱松哦，他的溜滑梯可以溜上來的，溜下來有沒有你爬模一般呢？溜下去啊，後邊應該是後高。你是不是停不下來？我覺得是唱兒歌太習慣了，她可以當兒童台的姐姐呢，還跟我們說俺豆呢，跟我們把圈入同州呢，係咩安用呀？冇安用成日冇愛教，誒，呢次講係咩安用？將會教。講法嘅先啲話安用。小朋友會衰踢啦。好，今日哦，其實來到新州哦，除了有這個青青草原做啲搞之外哦，還有一個動貼片、動學習嘅東西我來灌大家睇。對，我唔錯，大家可能已經團到嚟，來看一下嘛該。打開來咯！哇！拱然啊！哎，人滿啦，圓圓滿滿的，對，圓圓滿滿啦，冇唔錯，公公圓圓，腰公腰圓。誒，啊，今日我哋分享到嘅啱英係乜嘢咧？好，稍等好來呢，來分享到嘅也嘅菜市嘅公園嘅牛年，就係呢劉文春劉太公。文春太公，文春太公，哇，有像公園呢。臉的部分嗎？沒有啊，大家好。係你好，係新竹嘅公園。係，你係新竹嘅公園啊，嗬。因為很有名啊。係，當有名，你係三代祖傳嚟嗬。你係獨特係是講我哋三字功法，第一嘢係撈豬肉啊，嗬，每個部位啊，嗬，撈一邊邊啊。第二啊，嗬，係打醬。第三嘢是係做呈現。啊，公園嘅食法有動多種嗬，今日帶來嘅係乜嘅東西咧？有原味，還有原味。
原味香菇，还有你客家人的风曲、红菊啊、风曲啊，还有包馅贡丸，尤其是客家人最喜欢吃的是。风曲啊，红菊是要浸过啊，这样做出来。哦，啊，了不些嘛？不是是墨鱼贡丸。啊，你还有一半呢？哎，对，这样一般啦，嘿，小孩。我有一个疑问，中马街公演会这么有弹性？弹性的话，最主要是说它的肉的新鲜度。早晨啊，一来的话啊，先去骨去皮那些去完之后，要赶快冰起来之后才打浆。还有走出来，像这个是要定大都很多次才有办法有这种弹性的。对，都是用那个以前最早都是用那个滚的来吹耶，吹耶，敲。哇！啊，你时差讲出来有好食嗎？好食啦，鮮竹嘅，咁好食吧？攞到鮮竹字聽我講咋？我哋風球嘅當好食咯。對，紅菊嘅係。好食。墨魚咪要食到，當好食，當好食哈。當好食。好，来到新竹东园卫视公园啦，按站这位公园咧，大家看一下两组的编发出嘛个特色料理，老太太分享咧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卤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体育馆的挑戰，拿條嘅公園來做比賽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竹筍炒公園。哦，清爽。哎呦，夏天的味道。可是我想看秋蓮姐，你做啲容易同咗講起白嗎？好，因為做嘅菜名係竹筍炒公園。哦，公園。OK。好，你下問下咱厝，總得數哦吼。今日咱厝做嘅料理係。金沙添椒炒公園，我做金沙啦，添椒啦，吼。好啦，唔過呢，最主要嘅行係料理嘅真本蛋，睇起嚟有信心冇？有好，馬上就嚟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開始咧哦！哇，不錯呢，一定要證明一件事情，心情係好好嘅把人就沒了。係啊。對，而且今天呢，算是。哦，女生比較多。哎，對呢。女生不好得罪。那就換男生都享受一下咯。尤其你是在地的。哦。你都要去看一下。香菇、竹筍。呀，隔色來之後呢？我哋係玉璇姐哈。哎，做乜嘅？你都用嘅香菇係細炸嘅啊？這個你要較香。你要國板山嚟。乜嘅？國板山，攪板山呢種。因為我要去賣個嘅香菇啊，來聽家老人講吼，可是因為炒東西嘅時間哦，用小的很好香，可是因為煮湯太很好，它的多汁。對。哎呦，還是要做一下功課，其實是老闆講的。啊，怎麼個有加竹筍啊？竹筍哈，就是保鮮，你要當就堆死啊！那你們有沒有用洗米水先洗過啊？唔是呢，菜天嘅竹筍哈，凍嫩，凍甜。哎，你再切起來，上西是像梨咁甜。哎，公園牛一切。公園哈，我哋開個竹筍哦，你公園是切絲班。哦。哎呀哈，哎呀，你先哈，咱唔會用太烈，搞比較好。哎，發現到呢對果然係好 Q 嘅嗰種哎，因為它裡面好像還有那個冰肉。它還可以吃得到，對不對？可以。啪啪嘅那種。還是那個豬肉較肥啊，較肥，較油嘿。不卡有做公園嗎？我不卡冇做公園，公園師傅做唔嚟呗。安尼就品嘗嘢，鐵樹嘅味道。哇，連鐵樹很有同桌應該。對，甜下來。好啦，等下當到進來哈，好加油。你別向咧，你係姜媽嗎？就錯。用嘛？因為一開始吼，我哋小計，我哋做嘅係金沙吼。不過咧，看起來哦，我哋準備嘅唔但想去金沙田哦。該發現嘛個東西啊，六個。那個，該不會是擂茶？我們猜猜看要不要？擂茶。師傅用你的木柱來看一下。木柱看唔出來，可能係皮看看啊。皮看得到。該不會是蟹膏吧？是嗎？來，我們先看聞看。我的秘密武器。哦，師傅先來。哦，來。
皮唔出来呢。我知道皮蛋啊，蛋，一下子我破梗了。皮卵用要水水安用啊，加水系嘛？对，加水落要加去打，米酒啊。唔系加水，加哦水落去打。哦改完嘛个豆瓣酱哦，豆腐鸡哦，豆腐鸡用为安用？因为我的金沙系冇咸的，哦我，的咸土用豆腐鸡，甜土用等。一下，所以所以你给金沙的蛋黄不是含卵不？我不是用蛋黄，就是一般那个嘛白煮。哦，白煮对所以讲的。金沙没真给的金所以它沙。不是真的金沙。所以我们刚刚才金沙其讲的这个他用我冇含乱吧？嗯我的咸土用了啦，嗯，很特豆腐别鸡啊，对，嗯，豆腐鸡可。是按用没含卵发干会 heat 哦。会吗？意就你安用做过吗？米头冇共用，皮卵啊，加豆腐鸡啊，然后该日本该卵风，又应该用摸嘞，是你们家里不按永州对啊吗？哎，哎，你忘了他了哈。你要系水洗我佛定我定我哦定水洗，啦，我先别它。豆色款都马乱用嘅种嘅供应。对呀对呀。哦，挨到个甜椒的用咩去切啊？切一颗一颗的吗？嘿，错，那个公然配啦。好好好。好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喽。好的好 OK。哇，你这个虾米哦，咩虾米系虾公的哦。虾仁，哦俩虾仁吼，炒落去，哎，头摆阿妈煮本来时代时节咯，就是涂满虾仁炒竹笋，吼，你啊含有多变化，就是加一只贡盐落去，吼，你风脆甜吼，就是你甜有角色，有甜，吼，就是甜你等下刚才甜分是不是不用按多？这3样就是客家基本味对啊。对对。他基本的米。然后他们用的哈密哦，真的很厉害呢。这个1斤要700吧？眼滴嘞，好是就好嘞，俺就不下冰哎，不下油啊，就拿来就哦，不含动作那是按嘞。 6000的，你看，哎呦，加金刚好。有没有缺行干就赢嘛，哎呀，你要不哎，做来看一下我们这边，讲到性中音哦，就是感觉动6000的哦。看一大条大鸡鸭跟竹笋全部切都按姜，哎呦，他把它修边一下。太厉害呢！没来按，有按盆。你要走就上去了。上去走的，上去，上去冬天，胃冲天咩？冬天没利用，呢，冻好去了还。没冬天。系年尾嘅你们食材很厉害呢。烤，你就准备去打吗？天帮你不顺来那混种啊。做的呀做的呀。做的走的，走的， 7块，先很好。慢。骗不了演出啦，骗唔过住出来。金根猴血，金根猴血。冬天，冬天，来，往前后呢？这个那可以来，全部给你。哦，分200哦。爱放啲cái là để 炒一下，用油焖嘞哈。用會調灶嗎？一糖芒出你啊，先來炒一下，加個椰油啊焖出來嘞哈。下面水。蝦米水。等一下要燜嗎？要。哦。所以好台240。係240，係用杯滾哈。好。等下有師傅都了，唔會緊杯張。滾你真的啦哦個師傅都該啊。你滾嚟你時間做咧係本意壓你哋哦。那以前福光蝦口用注音的呢，真的，董英真的不會像你旁邊這一位。挨容易滾。對。有師傅都了，唔會緊張。杯滾你啦哈。個師傅都該啊。你滾嚟你時間做咧係本意壓你哋哦。本金狀嘅。唔係做好對唔係啊。二毛就愛做40人元。冇是安用啦，不然哦，今日嚇，我哋先過去看下冷水好冇？好。哇！人家質量夠最好誒，來啊，馬家。法辣必爆。我們剛剛有錯過什麼環節嗎？ 80誒，水蛇可以淘汰掉嗎？我們要快炒嗎？大火是240哦，等下也差不多中小火。好，那你要差不多嘞。跟我們補充一下，剛剛錯過什麼？放蛋黃，蛋黃，然後加皮卵吼。哇，好特別哦！我呢個蜜肥節吼，今日蝦英嘅。本身唔係客家。哦。客家心 Q，客家都都好酷誒。所以那你加落嚟咧？中華園林。總花加過來哦。幾特別有沒有客家人啊？沒有。廣州話講嘅園林。我就全部。
那以前学讲哈口用注音的呢。真的，董英真的不会像你旁边这一位。哦，挨到日本。迄舞的哦，哦，母在拍的。你刚才就看米酒绕向酒，哦，然后还副教呼叫粉哦，係呼叫粉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要到边一个 OK。顺便来倒数喽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有吃困难体育馆地度内幕卡米西靠后侧嘞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体育馆当中呢，就是拿公演来做编发，来先来吃困难风吹的料理。来吃困难喽。好。哇，咔吱咔吱咔吱的，个就顺呢。就顺像干的，而且公演老地方，让肉汁的味道也有一起在里面，因为有切开了。有满意吗？有刺心，有吃心哈。大家做咧真紧试看个咪咪呢，唔会甜咸，它就是你甜呢。所以买今天只有牛板，一天一好食，一盒学了。好食。啊，我们美惠姐嘞？冻好食，又脆又 Q。嘿，又脆又 Q，哦，真紧冻好些嘞。啊，看不出来秋莲姐哦，我们蛋强很会比动作，他们动会煮菜呢。对，而且你们有没有吃到？都给夹个咪咪当中啊，有个香菇这种比较强的米头，对对对，很香。好，来帮色南吹咯。哦，看起来真紧冻酱哦。它就感觉全部骨头该hin了哦，你看全部还是颗就颗安样。好，给来吃喽。好，来吃菜看它喽。意想不到哦。那个皮蛋的后劲很强哦。一开始哈，你许下一个徐子阳帮石头劈软的母意思哦，我们讲哈，等2秒，他说皮蛋就出来了。Hello， 我在这安哟。去年今天感觉嘞？又个一层，上面爬上来了，轻轻像葱头安用的吗？哎，溜滑梯溜上来。哇，你看起来很喜欢溜滑梯哈。好高呢。好什么？好食。要出出迄马啥想出来？大概劈卵啊，大概谁想出来的？马上想出来耶。来，哇，很厉害耶！果然很历史中。真的厉害。你不要去做那个童谣协会理事长，你做这个料理协会没做对呢。很不错，因为刚刚论某 low 地方呢，它就是有那种粉粉的感觉，包裹着，而且给刚刚还贴敷仪。哎呀，就给劈卵哦，还就尬水耶，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完全是融入在里面。我看卵峰哦，还保留一点点颗粒状的感风。给你 give me five 一下，厉害。好来，实体的过后呢，睇起来新都方已经有一个想法咧，先来看卢师傅抢分数。好，明智的抉择。李师傅，你用他看你哦哈，李师傅抢分数。哦，摊看。卢师傅抢公平。因為啱啱係為咧工人嘅係梅土啦，當然了後係用咧係學下邊啊、香菇啊咧都香梅去帶出咧咧工人嘅甜味。啊，了後係特色可能係其他嘅醬料，其實可能會經過而家工人嘅梅土，但係兩片有國家嘅梅土啦，都唔錯係。原來係安個，咁個李師傅咁講咧。啊，銀耳味一用當有特色，當鐵劈。所以銀耳味講佢一般應該按咧一陣名應該按半蛋降溫炒料。哦，哎呦，他們做的不一樣的。因為用技巧中亂，我覺得當有特色，當有特色。如果換這個名字的話，連那個盧師傅都會給你們分數了。哦，體育館比賽拿出一個新竹最有名嘅工業，兩家呢都表現到十分的厲害。如果沙定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李志龍李師傅今日帶來乜四個料理，我就睇下咧。種埔素滷菜。好，當其他志龍師傅帶來料理，一定老法拉比包有關係哦。太妙了，好嘛？今日帶來嘅菜係公園小炒上菜所。哦，你都把食材講完了嗎？錯啊。看一下，可以還有嗎？今日看這邊係要留皮種樣哈。
过要猪皮分块猪切，皮是我爱耶。哇，哎，分块切，然后干鱿鱼、走油的，啊，过来今日嘅王子面係用面吗？生菜蝦鬆嘅方式去做，哦啊，也係就係統一脆面嗯做帶，今日較特別，較用較無同樣嘅，哼哼哼，在整個係攞瘦肉蓋神用嘅工業，哦，哦嘅口感會較 Q 彈， Q 嗯誒，嗯我再嚟就葱嘅，嗯啊，洋菜、拍麻，嗰個那就是愛嗯做點綴嘅，啊也將咩係做點綴啲嘅，黃芥末。誒黃芥末醬，啊個也係生菜、美生菜哦，好做飯嘅，做帶嘅，哦想挑戰幾多分鐘，在盧師傅面前。自家講哦，啲動態啊。好，各位四個講什麼耶？等下有乜嘅問題，我馬上問哦。哎呀，不過有時候啊，唔是不用油啊，因為也豬油本身就有油，好。哎呀，冇不用油啊。所以就是自己把它煸出來是嗎？哎，啊就等於煸，啊，煸豬肉給須知道，要切這麼小會比較快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差不，多每個人嘅見面係做生菜蝦哦鬆的觀念，所以就它其實比較做一系列。都有一些長長。嗯哎，對炒，啊，比煸個炒炒。哦，哎呦，你的盤子煮的是一個樸實，但是呢又時尚的概念。嘿對，他今天是美術老師，我們等一下一起期待一下。好，沒有多期待，哦，來咯來咯，就幫他加一點大家有看煸一內針種哦，煸豬肉給須知道，先發一下啦。先畫畫一下。這個安尼發圖係嘛？嘿，對，啊發好咧啊！對啊，我知道他們廚師都只有畫一筆。啊有些人都點方做豆腐卡做動圖片啊，就食好看。嗯，哦，要煸，要咩冇煸到香長吼，不要香到基本硬滲到嗰個豬肉面絲。哎呀，而家工人啊煸過啦，工人沒有煸到哈。嗯，你不要都當油條。誒，工人煸咩冇煸香就香就沒有香硬哈。哦，豬皮冇煸哈，啊，豬皮就唔得煸咯。對強硬會強係硬。硬嘅。會吞煙啊！煸落去會咬唔透。嗯嗯嗯，啊，其實要用出當簡單，所以一般的炒肉加上工業，我反而是覺得前面那豆公較費事，嗯較好死，前面要按照切的切的。用誒咩個油煸高張油香，係冇？隔壁四個姐姐，每樣要出來哦。客家什麼嘢都會做嘛個？客家炒肉，它加上它會用到的。小炒。係啊係啊，所以想法小炒也是從都是這個。這邊來嗎？對啊，用客家炒肉老呀，生菜蝦鬆的方式去做結合，嗯安尼生意會較好食，而且會用梅春出來咧。嗯，也生菜吃落去會壞，對啊，因為長邊方你冇去叫吼，叫面是出來咧。嗯，除非是先蝦仁調油哈，炒面絲啲嘅，調油，黐係調油。嗯，哦，有香嘞啦。哦，胡椒粉，拍解胡椒粉，哦，胡椒粉啊。嗯，一香味就是那幹嘛的？湯，一絲絲的哈。湯啊怎麼一般個客家炒肉冇標頭，哦，伊邊特別也美生菜嗰也科學面冇一絲絲糖哦，嘅鹹，冇調鹹，好好好好，也有別走嘅哈，嗯，東科前面都米粉係東粉破嚟做的冇？咩都得。哦，含啊，你香要注意下，冇辦法佢會調硬，因為而家全部有煸過嘅，嗯，而家都嚟熟一走啦。豬皮就一下就可以煸落去。哦，豬皮從頭到尾都冇煸哈。哦，哦，它用長得 Q，嗯，啊，科學面嘛，該須這個表，科學面切得大大嘅，哦，放下去就濕掉了哈。對。而家都攞科學面煸到一美生菜蛋哦，麵包屑咪都得哈，拍照。面包屑走得哦，嗎？沒錯的。咩都得。哦麵包哎那頭皮屑是怎麼的？後邊是你做對了它。很要加嗎？要加嗎？不用。哦，做唔得咯。啊，你就可以。哦，真經動用呢。而家豆腐卡哦，你就愛搶一下啊，也輕用嘅啊哈。嗯，安尼當好看也當食，就強強嚟煸落啦。啊，叫安尼生咩當方便哦，你就直接來強強的煸到蛋糕就做得。用一些辣椒絲披薩哈，哦，哎呀，講嘅。哇，啊，家裡都有這種高腳杯嗎？有。一般都有。然後放一點泡麻容易嗯點綴哈。哇，
原乡而来哦。安尼就同江的，强强来冰爽去。哦，啊，然后20家出只来倒落去，后底就可以食嘞。所以有唔买名都输。倒落去过后又做整酒来是啊。嗯，来，所以今年的公园小草上菜上做好了。按用出好势咯。因为这道菜它算是会做的，而且有哪一道菜不会做？特别会做，我有做功课。对哎，他手苗如何查动豆？你为什么可以偷吃不知道题目？哎，因为我会酸苗。好。好，都带了管地度历史附带了给从你料理那组做生豆，先来出题目。好来，新作风几容易，四色九日无，一个现象会出现到某个时节。A. 热田 B. 寒田。穷简单的啦。好，先把答案放在心里面来猜拳。好，马上有猜一个人猜拳。拳，来玉璇姐。好，那我们就历史中先走到位置再聊。哦，两位啊。哎，先总不得讲哦，先猜拳，来。哦，剪哦，刀石头布。OK，我们赢了，谢谢。哎，还蛮好嘛。举牌哦，直接给我们吃，这么简单。我选是哪一个？这么简单，哪一个 ？A。哎，有可能哦，穷简单的，它有可能是陷阱哦。不会。好了，那就是直接选 B。大包黑马盖。答案是 B。哦，你看还没有入陷阱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新庄呢以一风尚为有名，尤其到寒天的时节，接拢咧有暗的田河。讲好了啊！一条妹妹选 A 吗？我的姐姐要哭了。我们算是又好到了，又好到。因为一条妹选 A 啊，蜜姐姐说，你们说猜拳的时候，他直接说 A。谢谢玉璇姐，谢谢秋莲姐。我们又学到一样了。对，没关系，你们吃上会不会太多？莎莎都会学喽。伯谦不要吃吧，给我们2个姐姐吃啊。会吗？对啊。俺我学个东西呢。对呀。动球猫学到历史。一个给我们的姐姐吃啊。张伯谦。那我等一下分上面的，看是那个白芝麻啊，哎，也系辣椒啊，香菜啊。懂啊，我们2个懂啊啦。冇使用啊，因为你这个系呛色，人家不一定是香菜，还不一定是辣椒都好嘞。没问题啊。我们姐姐说他们的感情很好，他们也。你看不会像张伯谦这样。我觉得跟我本名注册的。哎，真的哦。真的啦，真的，你们都有吗？真的。我们前面一个。怎么这么合家欢乐的画面？散沙谁来分粮家伙嘞？厉害，还看现实款。来，用手吃吗？对。哎，也可以用脚。来，再整一整些。好吃吗？你就蛮咬，我就给过。没有，这个点太累了。点太。好吃。它的皮很 Q。那这种嘛，感觉你会大概王子面的，咔吱呢。真心好吃。夹皮都也最会跳舞，唱也跳舞有。好吃，有那个层次感哈。猪肉哦，白到肚好呢。因为唔会跳油，而且颠覆人客家创用的想法。真嘅，弄針啲喂。先問一下哦，面肥節，你是喜歡用辦？咔吱動香，應該動爽口嘅嗆出來。對，那個豬肉有沒有動好些？太假豆腐卡做有吃周寬呐。給你個讚。我可以辦法做啦。有吧吼，因為呢，亞布卡就會弄像做嘅炒牛胸腰，嗰個切卡細塊的話。不用都要给美生菜蛋糕，比較冇咁嘅感受，而且呢很清爽，懂真的？哎，冇油嘅感覺，冇油嘅感覺，是嘅講聲冇油好多，有好多，哎，好，太厲害了。好，古時候呢，一下嘅學老師傅教下來，好一時個料理咩希望觀眾朋友做都不卡天天做，頭前第一關一畢業，差下來見眾咯，水杯面一關咯嗬。
开始搞加油诶！虽然今后水杯面馆挑战。爱是太中谱，用嘴巴用接力的方式，就自家的口味，做出自天的菜色。在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的情况底下，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誒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才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水杯面我就到的就是料理接力赛。我们这节目播出之后呢，他们现在在家里面也会料理接力赛。真的哟。然后就是爸爸先煮太够黑，我妈妈煮，妈妈煮太够黑，又分弟弟煮啊。对，这是一片合家欢乐的。我今日的主家料理吼，谈讲起来这个料理的顺序没动绕紧哦。哎呦，那你要不要参加？我有做功课。对。哎，他上面如何查动作？你为什么可以偷吃不知道题目？因为我会算命。哦，今日主家做咩嘛？要揾題目哦。哎呦，我會教藝哦。好，今日做嘅係螞蟻上樹。捏過它上樹。捏過行樹上樹。好。這個我上一季有做過。好，所以我們兩個應該沒問題。我知道重點黑馬該。好，我們先選嗎？還是給你先選？好，順美姐先來好嗎？等一下，我拿起來哦，你拿起來個包哦，等一下個數字哦，所以來等一下個順序哦。那你要拿哪一個？它有點宕機。拿哪一個？全部走對了。選哪一隻？最近的這個。好，你幾個拿起來？1、2、3。我提議我用哎。好，該我們，我們要選哪一張？選哪一張？先你再看呀。哎呀，照片要有數上。照片。好，我們提1、2、3。哇！第一棒。批了。對 ，Number 1。好，大家喺準備好寫法水，就來進行水杯面館挑戰咯。好，大家先準備好了哈，準備倒數咯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先去看一下民主姐兩片好嘞。第一個是備料，第一個通常都會比較緊張一點。怎麼說呢？我不會，我老手。但是我要講的是，我們明珠姐是例外。怎麼說？他老手了。沒有，因為這一道菜她算是會做的，而且哪一道菜不會做？特別會做。哎呀，坐得好。啊，應該哈，三叉討論之下嘅結果有冇嘅？要叫點。兩招就好嘞啦。就好啦。因為大姐很怕我速度太慢。好，盤呢？好，盤就講落去啦，嘿。因為覺得大家沒有要回答你的問題。意思就講馬落去。哦，等一下切天氣好像切貢嗎？哦。而且你們準備的肉哈是油花比較多的哈。對，哎呀，看油先。你們的椰貢哦，它好配哈。我開椰貢唔啲。係咪啲？來做貢果嘅，其實就款哈。其實講椰貢爬上樹，這個要怎麼讓嘅豬肉和狗肉哈做得黏到該凍粉當哦，係一個學問。你可以教我嗎？椰公喺哪邊做？椰公喺哪？來，等下怎麼樣？你們可以用初試甜品。好，哎呦，改變多嘛想見向的。好啦，好，先幫你切一下好嘞啦。我們過去這邊你會比較好一點。對，沒有你在我的會好。耳根會比較親近一點。拜拜。好，等下來問一下哈。來介紹哈，就講哦，就是螞蟻上樹嘅做法，有咩讓嘅螞蟻吼嘅狗肉吼黏到嘅凍粉當吼，有等於係到先讓嘅醬炒好之後吼，凍粉加落去之後上邊狗肉，它這樣粘性會比較強，係冇？可是這樣的味道就不夠了，會不會？唔可以甜，其實係可以用翻處理呢。其實千主要一流呀，狗肉鹽都一凍粉當個嗬，千蔥要一最嘢水分一抓得剛剛好。終於有順美姐的畫面了哈，你會緊張嗎？唔係。你想到一件事情咧，順美姐，因為個狗肉係咪有些入口啊而稀見呢？好了，入咖跟醋，還有酒，還有醬油一點點好了。是走得幾走，哎，是走得幾走，順美姐走得走哦。要加的話，現在加哦。好，先跟他加米酒，現在要加。嘿，先咖喱哈，我幹嘛東西引起他款。好，我們今天準備的醬又凍豆種哦。大家還記得嗎？第一道料理這是什麼？麻辣。
它就油早拿出来溶的是。嘿，俺这个野贡趴爽薯哈，这个蛮特别的，干嘛卵哦？酒哈，加酒，大哥来干嘛个？一点点醋好了，怎么个加？怎么个加醋啊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白醋，对啊，我们只有白醋。对啊。那个不用转了。好。好，差不多係完嘅，差不多係完嘅。還有哪個有錢嗎？那豆腐讓來豆腐煎一下。啊，準備翻聽一下。煎豆粉。好，完全啦，完聽一解啊，完聽一解。他會煎嗎？他會煎嗎？筷子，哎呦，就是我要筷子。哎，按用調酒粉唔辣嗎？冇咧，冇天走咧，冇幾走咧，冇幾走。往下走。我先跟他做什麼？哎，應該講開始。開始要做誒。啊！你哋聽咧哈，往博天走咧，你手機咧，嘿。好，然後先開始，攞個醬吼，炒本去向內。你係乜嘅醬？你係乜嘅醬？然後係豆瓣醬。豆瓣醬，哦，我先炒豆瓣醬。嘿，炒本去向內，就嗰啲加個薑嘛，然後蒜頭。等下個蔥哦，我就分200架，好嗎？嘿嘿嘿。一開始先架，別不緊向內，然後最後再撒一點蔥花蛋。對。好，所以你哋提紅外邊乜嘅東西？用個醬。你靠天外邊個醬？豬肉馅啦。豬肉改成馅，它就不會吸它的汁嘍。你要容易會走的啦。好，我照你的方法。好。誒，我成個幾邊講嘛？係啊。得見咩啦？我早點迸發咯。我看唔係啱講哦。得見切夾邊啦哦。好。好啦，我呢個咧近啦，哦，嚟。我呢個東盤表阿姨咧啊。哎。一般係乜嘅？秘密。秘嘅乜嘅？嗌嘅高湯。高湯。乜嘅皮糖？幾皮糖啊？皮糖。你看很用心吧？來，莫貴拿嚟前面，莫貴來前面翕一下。呢度要。眼前唔看全部干染衣。哎，我可以用寵塊而已。咩幾點嘛？ 2塊半用。有等年做螞蟻上樹，係咪要先捧高？這裡就冬粉。凍色。因為螞蟻上樹，我用夾嘅高牛鹽都夾冬粉當果醬都螞蟻上樹。哦。啊，唔係假使你炸過嘅叫做較牛啊，添牛唔會鹽到當果。哦。所以螞蟻上樹一般來講，連精髓也凍色。係專屬。你要作嘅比例當作嘅做。讓鹽一下。誒，嘅高牛當然鹽上去。有香咯。被包裹了。你要拿豆瓣醬，等下拿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。啊，本機看到咧，本機啲看到咧。小心啊！好。2碗吼。哎啊，一個小的。好。哎呦，冇寫本機強力呢。這個呢一碗係乜嘅東西番茄醬。토마토醬。哦，咬過都有嘞。好嗎？那個樹沒誰哦。有必要省成這樣？煙本吼。對啊。哎，這就是客家精神啊！煙本還是用講吼，哦，加那個我們是有原本要加什麼？酒釀。忘記帶。嘿，忘記帶。你有上樹嗎？有葉狗嘛？有哦，它就布筋哦。哎呦我耶！我們是有原本要加什麼？酒釀。忘記帶。嘿，我們有一個替補方案。酒釀是甜的嘛？你痛西。替補方案係用乜嘅？大湯哦。等一下，給它嗆鍋邊那個米酒一下。喺楊布卡州螞蟻上樹都會要牛粥嗎？嘿。哦。師傅阿姐，你要出吹牛粥糕嗎？有冇㗎？有啊。有哦。等一下，還要嗆那個香油。可以啊。做的。因為是有米酒咧，米酒裡咧。可能先上緊真緊有做功課哦。那味道一定要有。調酒加啲咧，我米酒差唔多。第三包準備啊。米酒冇咧。調酒唔辣嗬。好嘞。哦。
你们这边哦，那个有配音的会哦。暗伤。好，换我。好，欢迎总部已经散了。关注了。好彩有时间欢迎，冇記咗下你係時間。嗰邊應該唔會好嘅。好，就是南韓就看過，就都已經係加那個高湯啊，就是加高湯這種。皮頭。對，皮頭。嗰邊就有加皮頭。哦，真的哦。我们有加皮头。你们是加什麼的皮頭？椰皮头。嘅啊哦，。幾加大咯耶。嗯。好啊，那我們先過去看。好，好。好料入好邊。味啊！好嘞啊，好嘞，好味哦，有姜嘛？东江這哎，試看哦。有吃吃口嘛？有芒蟹，哈，忙吃什么对的？你去先。你們可以拉起來看看眼來來供有上樹嗎？啊有俩，哦，有。来吃有嘛这一下。有叶狗嘛？有哦，有它有布筋哦。还有蝴蝶，吃吃口那个来。哎，用干有喊，还你看会弹哦。安 Q 呢？對得嗎？呀有喊哦。有，啊就是較淡。好，這答嘢已經差唔多，好總盤呢，等下來嘅答嘢可以好係。，來。哇，哇，到嘞。就差不多差不多了。，那就要倒數哦。好，這邊有倒數的哦。 7、 6、 5、 4、 3、 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嚟吃吃看下最杯面一罐奶布卡張係你嘅體重補咧。好，兩個捏拱上書都在哪家做掉後呢？看起來不一樣的。冇色顏色某同樣哈，現在應該風吹開始來試看啊。認真看我們的螞蟻爬滿在樹上哦，哎呦，臉黑黑的哦，而且又很 Q。哎呦，短起了耶！對。有熊哦，來試試看下嘍。好些嘛？忙死啦。好吃哦。多謝。很 Q。 QQ 哦，所以我哋試試樣版。好食啦，好吃了。好吃啊，歷史種嘞？就cái 有吗啦？油异味犹存这样的感觉。意犹未盡，唇齒留香，係咁意思嗎？嘿好，你下幫你下攬住嘅哦。哇，你看收汁收到肚紅哦。等下風水組在食款吼，我哋就加埋奇奇怪怪的東西哦。來試看下。有甜呢。中紅線呢？中火线，好喝，好吃。假使哦，就成哦，貴盤就全冇了哦。因為我哋就加頭盤醬，它就加tomato 醬，它就加就是個湯，專門要嗆一下頭油，然後跟米油，所以味道的豐富哦，千絲有凍過。真甜呢。還有福州本來米哦。然後你們一定摸想到，我哋喊價了嘛該，馬卵，我們的屁卵。又加皮蛋，你睇牙咯，唔加冇用聽喎。我們的螞蟻的品種它好棘手。 OK，唔該，真言同針掉，真正好食就是咯。很豐富的味道的層次這樣。好，你下關鍵中誒，因為呢前輩係一畢業，沙隻下輪呢先搶魯尊平魯師傅搶本分數。啊！明智的抉擇。你這個滷眼狗！冇可以聽到。你這種意思不？龍的眼過。有啊有。這我蠻驚訝的，這我聽聽看，魯師傅搶講一下。佢會看到你係凍粉的口感，你就可能嘅佢話有大家講，你係凍粉嘅浸水嘅時間，然後煮嘅時間，一浸嘅時間浸穿1球咧，電到佢然後水加好少，所以炒落去好 Q 彈。然後就變到浸到有啲水開始加，就加到強度。豆腐漢吼，你看李榮山媽媽吼，豆腐漢有煮很多菜，煮完的時候，最後它如果收乾了，就冇好食啦，所以要留一點點汁不易輸啦，哈。了解。係安用嗎？哦。螞蟻上樹的重點吼，就係個冬粉的口感，嗰個也高肉的口感。做蔬菜鴉片的面食較好，老實話講，但是呢，就冬粉已經有了個固體的，較無按 Q 彈啦吼。個高肉方面呢，唔知迄人家炒的方式，
油啦，也迄样的，较无按咸啦。鸦片咧教育技可能有臭度，就较咸，口感较好，所以我会伊也用菜名来讲话，优素沙较符合嘅所有的口感，所以我是优素沙鸦片。 好啦，汤的师傅按用公平的法，大家都不卡了，吃中要给蚂蚁上树的时间，没有较了解，加个结都奈到毕业。今日嘅成绩呢，风吹恭喜哦，得到3分，蓝水得到1分，鼓手风吹得到30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好，唔怕唔怕，因为今天哈，我们历史中哈，除了哈历史中的幸粉丝外，还有 YouTuber 的身份哈，你也做料理 YouTuber 哦，哇是不是很适合？真的，远红外线陶瓷生汤锅，我喜欢呢，不你，懂真的，做 YouTube 嘅时间，还做咧用到俩，恭喜恭喜！懂真的。好，请欢喜耶，有点结婚表演哦，谢谢表演啦。今日参加心态老太家分享一下。唔要緊張啦，啊，不過唔是參加安尼吼，準備唔要講當10分嘅獎，無當獎啦，啊，不過有安尼機會來表演，也算表演啦哦。你的動作都忘記了，冇表演什麼表演啦？啊，不過不安尼機會來講，含做得，啊，嗰啲啊吼，師傅本來安尼建議吼，喊白轉其實唔會講咧啦。哦，恭喜！有元氣，心態老太分享一下。本來秋藝來參加呢個節目吼，係冇馬上法先接受這樣的條件，啊，這樣的病，啊，這樣的心理來，啊，樣來參加呢個節目吼，啊，像老客家炊事來老大家分享吼，咩以後啦，我不下這樣用事啦，誒，恭喜！恭喜恭喜吼！然後訪問一下吼，因為吼做 YouTuber 佢會來參加比賽吼，你嘛嘅感想做啲讓大家講一下。哦，因為我哋從時沙田，伊就按動因哋個正正下台，我個三時沙田哋個做下哋個組咧，我個下小規模。哦，所以就都有分別的哈，會有一點，可能有一點小小緊張，那個實力冇完全展現出來啦哈。啊，行白卡是有機會哈，下次我們拿獎金好嗎？好，好，冇問題哈。冇問題。啊，最後的時間準備個時間哦，完全半數每節哈，今天講到最少嘅是係你咧，然後還要講下今天參加就買個感想咧。當飯魚，前飯魚。意飯魚，水飯魚，哦，水飯，還有買個飯魚，也又是，哦，又是，也又料，還有東西做得辣，對，還有嗰個辣椒鹽，大個硬叫，好，航白哦，做個日本松鼠嘅時間哦，我們就可以去把這個水的比例做得很好，好嗎？好，我們運動加精神，還是 give me five 一下。哎呦，來，你每一首不好意思。好啊，前面正義同朋友睇下你都係好朋友，做得有安樣嘅機會，可以也到來要特別參加暗挑，你咪動挑哦。係啊，看到啲時手安定影響吼，假使吼，咩做到安樣醬啊，假使你係 YouTuber 吼，全做咧夾報名參加哦。鼓手呢，一家之主就分享睇自家 Q 下來報名，一齊切磋廚藝，互相來學習。一家之主，定定出興，夾來報名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